培养读册习惯是避免食老失智的好药方。失智症毋管是关注退化性神经病症，还是自然老化造成，常常是老大人和家庭甚至社会大负担。所以，找出失智的病因，顺线设计出避免失智的药方，是侪科学家研究的目标。经过几若冬的打拼，到今嘛有累积真侪款的理论甲法度，通避免失智。比如讲学新语言、健康食食、骨力运动，以及参与团体活动、接甲朋友博感情等等，逐项拢有真侪科学数据的支持甲背书，嘛有袂少的成功的案例。顶面所列的活动虽然有效，毋过因通常拢着爱人有活力，搁爱有伴才通实践。对较罕得的校人交陪，搁无用学新事甲运动的人来讲，恐惊是有心毋过无气力。好消息是，有不止侪研究显示，有惯势咧看册的人，食老时头壳较袂翻颠，也就是讲透过简单的看报纸，还是读家己有兴趣的册，无定着嘛有通避免食老的失智。今年11月13号，一个由 Jennifer Maney 教授所带领的团队，发现会晓读写语言的人，伫食老的时会比青面牛也就是文盲较袂着失智症。Jennifer Maney 并毋是头一个针对这个议题做研究的学者，伫个团队的研究发表进前，就不止侪文献伫探讨捌字也无对头壳的利益。毋过因的结论无介清楚，因为捌字的人，因的读写能力通常拢是伫学校学的，毋捌字的人通常拢是无入学读册的。到底是会晓读册写字互人的利益，还是讲因为去学校上课学新事，佮含当冲佚佗，才互咱的头壳较巧较袂失智，犹是无正确的答案。即摆 Jennifer Maney 教授的团队找来983个65岁以上，平均敢若受过4档以下正规的学校教育的老大人来做试验，其中238个人自认袂晓读写。Maney 教授对因进行亲像记忆、语言，甲对视觉空间的掌握能力等等的认知功能的测验，刷入去约略每4档，会阁对因做一甲测验，来观察因认知功能对时间的变化。上久的例有做到13档遐久。伫迄238个毋捌字的人里，有82个，也就是35%的人，伫头摆的测验里就有失智的特征。伫刷入去的测验中，伫遐原底无失智的人中，有48%的人发展出失智的症头。相比起来，伫会晓读写迄组，敢若有18%的人伫头起性的测验里，互人发现有失智的现象。无失智的人呢，嘛才27%长期尾出现失智。Maney 教授的结论显示，毋捌字的人比别人有加2-3倍失智的风险。会晓读写对人的利益真大，伊毋若提升头壳甲语言和阅读相关的认知能力，脑部其他的认知功能嘛对咧加强。这无定着是因为捌字的人有才调透过阅读得到新知识，较有才调甲人盘烂，还是做较需要动头壳的活动，自然而然就会使帮助训练头壳整体功能。过去就捌有研究发现，捌字的人的脑神经的发展会比毋捌字的青面牛较好势，因的脑神经细胞的量较丰富，以及神经网络的连接嘛较密，证明会晓读写语言对人的利益真实是大。伫台湾因为有普及的义务教育，国民普遍拢捌字会晓读写，和别个国家相比，台湾人文盲的比例相对较低，所以对咱来讲，代志较好解决。若要避免食老头壳翻颠，培养时时刻刻阅读的习惯，就是一个好药方。美国有名小说家 Mark Twain 就捌讲过，捌字毋过无咧读册的人，袂比青面牛较有利。
世界第一好野的沃伦巴菲嘛甲大家勉励讲，若要成功，的确定爱定定读好册，累积家己的知识。可见，管制阅读毋但避免食老失智，而且佫会当互咱伫即马即个资讯化时代呢，维持竞争力。